紅藍卡 PSRT A 加 Part B 唔夠用。停！如果你以為有咗紅藍卡 Part A 同 Part B 就搞掂晒，以後睇醫生唔使錢，錯晒。單靠 Part A 同 Part B 就好似擔住把穿窿啫。你要自己俾20%醫療費，無上限，而且去藥房攞藥1毫子都唔包。想補返個窿，你有2條路揀。第一，土豪套餐 Supplement 加 Part D， 另外俾錢買份輔助保險同藥物卡。優點，睇醫生最自由。缺點，貴，每個月幾百蚊保費。第二，經濟全包宴 Part C， 好多紐約街坊揀呢個，0元月費，包埋 A、B、D， 仲送洗牙、配眼鏡同健身卡。缺點，受網絡限制。到底你適合邊種？遲買 Part D 會罰幾多錢？即刻點擊下面連結，入去睇我嘅2026紅藍卡第7集完整攻略啦！同你精明生活。